忙的工作，加一把經歷過度，無聊的交際，只會把笑容製造。回家打開一副電腦，無意找到，無意傾訴，無意分好。從來不知道怎麼結局角落，從前的一套心境可向誰透露？夜深分知色情無套，無意起舞，無意擁抱，無意得到。仍然能擁有夢想跟前途，仍然能擁有自尊跟自豪，仍然明知許多旅伴一轉身會遇到，為何感到這不算最好？明明從不信天荒跟地老，明明從不會後悔得不到，明明從心掌握去做，我總可以做到，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？